AI 泡沫爆煲嘅破壞力真係會比當年 .com 大17倍咁多？點計㗎？高盛咧喺最新嘅投資報告嗰度堅持話 AI 基本面咧係仍然非常之好強勁，並且認為由人工智能推動嘅升市咧係尚未到達泡沫嘅區域嘅。差不多同一個時間咧，喺10月初嘅時候，英國央行行長貝利佢公開警告，佢話投資市場而家係過度樂觀。股市嘅估值同現實係嚴重咁樣脫咗節。點解大家睇住同一堆嘅數據，但係專家嘅結論竟然係咁相反嘅呢？歷史俾到我哋嘅教訓，喺2000年科網爆破之前呢，當公司名後邊加上 .com 就可以爆升，但係90%嘅公司最後都係破咗產。而今日.ai 嘅域名公司數量一年之間激增咗幾多啊？5倍，但係70%係未有賺錢。科網泡沫頂峰嘅時候，納指市盈率超過200倍，而而家 AI 龍頭 NVIDIA 嗰個市盈率咧，亦都早2年曾經試過200倍。咁到底而家係唔係2000年科網爆破嘅翻版嚟呢？大家好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析一下咧，到底 AI 係一個熱潮定係泡沫？點解有分析認為今次 AI 狂熱可以造成比2000年超過17倍嘅破壞呢？呢一個計算包括咗由於低利率導致資源分配不當，用經濟學嘅術語嚟講咧，就係資金同勞動力嘅錯配嘅後果嚟㗎。因此就造成經濟嘅不穩定。因為當前預計嘅承諾都未能夠實現咧，咁就可能會有災難嘅發生。今日九哥嘗試拆解 OpenAI 上市前嘅幾個死亡陷阱，請大家先大大點讚。話說過去2個月見到嘅 OpenAI 同埋 NVIDIA 嘅完美循環系統，呢個同上2次節目都有俾大家睇過，應該可以製造到一個虛假嘅繁榮現象。當 OpenAI 同 NVIDIA 買晶片，咁 NVIDIA 又同 AI 嗰個技術嘅優化嘅設計，咁 AMD 又再幫 NVIDIA 做封裝，咁3間公司都互相有收入。實際上只係資金喺自己有嗰度轉嚟轉去，個數值係幾大，喺圈內嘅人就單獨決定，就唔係你同我。亦有啲似咧 ，OpenAI 之前同 Oracle 簽署嗰個3000億美元嘅 RPO， 即係收入預定嘅協議，都係充滿晒一啲神秘嘅色彩。總之，你想繼續玩咧，就要信。所以穆迪咧馬上都踢爆咗其中有一啲屬於條件性嘅支付，即係 OpenAI 要達到某啲技術里程碑咧，先至可以兌現。如果將嚟有問題咧，就可以全身而退，又唔會好似咧以前做假數咁樣犯法。今次聰明咗。而最近咧，更加多媒體報道有關 AI 初創公司嗰啲咁嘅預計估值，包括龍頭大哥 OpenAI 從只有唔夠100億10大以外爬到上而家第一寶座。上面講到嘅夢幻交易咧係非常重要㗎，因為有呢啲咁樣嘅夢幻數字咧，先至可以咧推高到個估值。呢啲好明顯都係大莊家咧典型嘅套路嚟㗎，先吸引散戶追炒相關嘅概念股。OpenAI 係有機會趕住上市嘅，亦都擔心咧 OpenAI 會出現一個道德嘅危機嘅。點解咁講啊？佢會見到咧，佢原先嘅理想點樣係被利益所吞噬。有內部嘅文件曝光咧，前年當微軟注資100億美元嘅時候，曾經要求 OpenAI 改結構為一個有限利潤嘅公司，即係咩啊？即係叫做 profit cap。但係為咗準備上市，
Altman 已經被迫將利潤上限提高到原始值嘅3倍，甚至有內部要求延遲發布 GPT-5嗰個處理幻覺問題上邊咧，可能仲有啲爭拗。管理層都為咗衝呢個上市時間表咧，堅持咁樣如期推出啊！甚至喺 IPO 之前咧，有財技嘅嫌疑。OpenAI 聘請咗高盛設計一個多層嘅股權嘅結構，將大部分嘅投票權留翻俾管理層，同時發行未來收益權證，吸引啲基金。被批評為將風險轉嫁到普通嘅投資者身上。喺過去18個月，M7 即係科技七雄之中，包括微軟啊、谷歌啊、亞馬遜嗰啲，好多合共投資超過800億美元。呢度我嗰個只不過係今年嘅數字，即係今年之前嘅數字。佢嗰啲錢嚟做乜咧？收購 AI 初創啊，而其中650億係投資喺自己已經持股嘅子公司，變相就係左手交右手去推高呢啲公司嘅估值，又係科技巨頭嘅壟斷循環嚟㗎。職業道德仲可以值幾多錢呢？前 OpenAI 有一位安全研究員，佢受訪問嘅時候就爆料，佢係為咗通過上市審查咧，公司係刪除咗 GPT-4 部分嘅安全限制，令到可以處理一啲敏感嘅軍事應用，而換取國防合同啊。跟住要講下 AI 嘅電力危機啊！呢個亦都可能係 AI 繁榮嘅最重要嘅致命死穴嚟㗎。預計中嗰個數據中心個耗電量可以同整個一啲細小嘅國家相比。簡單講一個具體嘅數字，訓練 GPT-4 用咗約5萬粒嘅 NVIDIA H10 晶片，個總耗電量達到1.3泰瓦。嗰個時候佢將會等同於三藩市家庭一整年嘅用電量。如果全球 AI 算力每年翻倍啊，去到2030年咧，全美數據中心將會耗盡而家美國所有電網嘅能力。而家開始計算，必須新建200座發電廠先至可以應付到。另一個更加嚴重嘅問題，當電力供應緊張，必定造成電費大幅上升。德州去年夏季電費以年計上升4成半，而電費將會佔 AI 公司總成本入邊接近4成。若果電費持續上升，咁好多初創公司未上市都已經可能破產，燒晒啲錢啦。冇人講係咪到時先算呢？另外一個嚴重嘅問題，現在中國控制咗全球嘅90%嘅稀土產量。舊年第二季開始限制出口嘅時候咧，嗰啲價格已經3個月之內上升咗7成。所以近日咧就有啲人散佈話 AI 晶片短缺嘅消息，咁令到相關嗰啲礦業股有輪流被炒高，咁代表 AI 公司跟住嘅成本又要上升咯。講完 AI 可能已經有泡沫，咁跟住試下拆解。咁大鱷搞緊咩嘢啊？佢哋有啲咩手法啊？等大家知道點樣喺 AI 泡沫之間咧自保啊！其實以前我都做過好多股票嘅節目，我特別關心大家點樣唔好蝕底，都有幾乎講過咧，散戶陷阱入邊都係有呢一種叫做拉高出貨 pump and dump 嘅呢啲咁嘅經典操作。第一個階段，大家咧就莊家咧就喺下低嗰度收集 AI 嘅概念股。第二個階段就透過媒體咧就發放一啲咧技術突破嘅消息。到第三個階段咧就會連茶樓飲茶阿嬸啊，大家都會傾緊。咁到散戶開始瘋狂追入嘅時候咧，咁莊家已經喺高位嗰度咧分別咁樣減持。咁最後就借業績唔及預期嘅消息就踩碎晒啲咁嘅股價，咁大家又從頭嚟過。經常都有真實嘅個案，早幾日喺美股 Beyond Meat 呢隻咁嘅垃圾股就曾經大幅上升13倍啦，然後2日已經冇咗2/3嘅價格。有心人又成功做到割韭菜啦，而家嗰啲 AI 股只係養大咗，等大家肥肥大大，第日佢先割嘅。
如果大家真係有興趣投資 AI 股咧，都要學識分辨係真技術啦，抑或係假嘅概念。真嘅 AI 咧，起碼有3個特徵咧，我自己睇到就係有專利嘅技術啦，佢甚至乎自己應該有實際嘅企業客戶，個收入佔比咧起碼要超過1半，而研發嘅開支持續高於公司嗰個營銷嘅支出。假嘅 AI 公司咧，好多時都將啲收入主要來源於一啲叫做概念授權，或者嗰啲大班接受媒體訪問嘅時候都避談嗰啲咁嘅技術細節，都係一啲蛛絲馬跡嚟㗎，主要都係靠吹啊。監管警示信號你一定要知道。剛才講英倫銀行行長喺10月初曾經警告股市過高，咁美聯儲鮑威爾喺9月底又何嘗冇講曾經呢啲咁樣嘅差唔多咁嘅警告呢？你聽唔聽到啊？散戶到底有乜嘢避開呢啲咁嘅泡沫嘅策略呢？咁你首先要避開所謂嘅3高股票，人有3高，股票都有3高，高估值、高負債、高消息依賴嘅生存度。咩嚟㗎？即係靠媒體吹水嗰啲股票。未來呢3至6個月唔使講，都係要逐步減持 AI 股去增持現金。要我做未來1年呢啲咁嘅 AI 股嘅預測咧，我會相信呢個 AI 泡沫咧係爆硬嘅，係完全冇機會軟着陸。而家應該係開始爆破嘅倒數之中，佢可以有幾個引爆點啊？譬如美聯儲明年係唔可以如期咁減息，甚至乎需要加息咧？因為關稅問題。另外，若果今年嗰個 GPT-5 未達到預期效果，市場失望嗰個情緒將會蔓延，會唔會影響到 OpenAI 咧？另外就話會唔會有黑天鵝嘅事件咧？譬如大型 AI 安全嘅事故，咩自動駕駛系統嘅集體故障打柴。又或者稀土禁運會打擊 AI 科技嘅發展咧，令到原先估計 AI 基建嘅成本大幅上升咗，出現咗唔少初創公司計劃終結咧。爆煲之後會對經濟有乜嘢衝擊咧？AI 概念股閒閒地都可能暴跌6至8成，大家睇翻2022年好多股票都係咁。創投基金凍結新嘅投資，咁科技公司大規模嘅裁員推高失業率，咁呢啲就會進入好似呢啲咁嘅灰色地帶嗰啲咪經濟衰退時期咯。咁以後 AI 技術發展會唔會就停擺呢？政府停擺緊 AI 技術會唔會停擺呢？其實唔使擔心嘅。喺2000年科網爆破之後，微軟價格都曾經下跌7成。但堅持落嚟嘅公司最終都可以改變世界，佢一樣可以上返第一嘅寶座。不過今次 AI 基建成本高出好多，泡沫爆破咗之後會出現 AI 嘅寒冬啊！你而家唔知咩嚟，1年2年後你就會 recall 返九哥講過呢句說話，資金撤離期可能比上一次咧更加漫長。點解分析員會估計呢一次比2000年科網爆破個泡沫要大17倍咁多呢？又比08年嗰個雷曼金融危機大出4倍咁多呢？如果你用次按危機去比較，當時係講緊有實體嘅資產做抵押，而 AI 泡沫只係建基於一個預期盈利嘅老友。最壞嘅情景可以係由而家全球嗰個 AI 總估值近30萬億縮水到去剩翻7萬億，嗰個觸發到咧可以達到好似1929年嗰啲抵押品價值嚴重崩潰嘅現象。如果 OpenAI 出現流動性危機，好簡單嘅，美國財政部我幾乎肯定會參考翻09年拯救 AIG 嘅模式，用系統重要嘅 AI 企業名義去注資，但係到時救助嗰個條件會同樣非常苛刻，譬如要求削減90%嘅研發預算，變相令到技術發展停滯。美國政府一定會救市嘅。08年係喺標指跌咗4成之後，國會先至推出拯救計劃7000億，之後
再跌3成先至見底反彈。買股票咧係會有出頭天，但係你要捱過呢個漫長嘅恐慌時期。最後都同大家講下我對 AI 嘅睇法啦。我都認為咧 AI 係會改變世界，呢個係必然嘅。但係改變嘅過程咧，我會用可能係充滿血腥。冇人會提到，或者好少人會提到咧，到時會有幾多人被解僱，淨係叫你買股票。聰明錢可能已經喺度逐步咁樣減持緊，大家切記做接火棒嘅人。記住喺投資泡沫裏邊咧，現金為王，內心咧就係武器。潮退咧就知道咧邊個冇着褲啊，睇到晒。距離真正嘅泡沫爆破咧，可能仲需要時間。今日仍然未係大手做空嘅時候，但係應該唔使等好耐。下次再傾咯。九哥會繼續跟進環球市場發展情況，債災、樓災、股災，記得訂閱、大力點讚同埋分享俾朋友知道。想更加好咁樣掌握點樣投資同埋財富管理咧，馬上加入九哥話嘅 Patreon啦。